想的勇气。了无的安排，不是永远不变款。不免怨叹天，免怨叹时。别人出世是好命，阮是拼命过生活。总是阮相信坚持奋斗的意义。家家是地，是步一步勇敢走下去。无人了解，咱就坚决坚持。相信早起伊行命无你来创治。人的成功，有勇气来写去。